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你所讲的譬如，互阮有属灵的启示。阮恳求主，你拍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理解你的话语，也照安尼去行，来领受祝福。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书独有的经文，就是讲其他福音书无这个譬如，这个譬如甲亚正的譬如无同款。亚正的譬如，咱顶回有讲过，是也同款的经济，也伫无同款的土地会产生无同款的结果。但是今日咱这段经文，确实有两种无同款的经济，政治同一块土地所产生无同款的结果。所以咱要详细来看这段经文，然后了解伊的意思。这段经文的一开始就是讲有好种，也伫好产日。这段经文中间，咱看见到好的种子被压伫这个产日，而且这个压是好的种子压伫好的产园内底。安怎这个农夫还是讲种植的人，因种了好的种子伫好的产日，因一定期待讲无偌久了会当有一个收成。所以因一定真用心去照顾因这个产业，会来养肥、来压水、来照顾。但是，伫这梅时的时阵，对着煞来也歹经济。梅时的时阵是大家拢得困的时阵。所以是大家拢无迄个意识、无感觉的时刻，有这个歹人来，有对着来，将这个皮还是讲会当念做梅这种经济压点伫这个梅田中间。这种经济伊是一年生的独梅草，伊的外形甲小麦。甲乌麦真类似，伊种子较细粒淡薄，但是你要理解，那一片产林也这两种无同款的种子一般来讲，头起是分袂清楚的。这个对顶佫是安那，佫是暗时来，不知不觉偷走来。将这个歹种子压伫这个小麦田内底，当这个种子拢生根了种种子有一种特性，因的根部会个甜做伙，会缠在一起。所以要来分开真困难。咱看见着这对顶伊毋是简单暗时大家咧困的时阵来，伊是将这种子压点伫这个产林了，就偷走。这是真浓毒的方式啦，因为伊若风知影，可能这种植的人伊会做一寡有风的代志。但是，伊就是伫不知不觉的中间来做这歹代志，然后做了就逃走，这是真无道德的代志，因为是故意要去破坏这种植的人因种植的成果，利用这种方式来影响对方的生产。
所以这是歹人所做的代志。结果等甲这个马仔甲这个皮仔做伙结穗的时阵，才发现，因为因生出来了吼，会小可无共款，马仔的穗会较饱较大，这个皮仔的结的穗会较细，色无啥相共。所以这时阵吼，拢长大了，就看会出来啊！这种做的人才发现讲，原本的主人所野的是好的种子啊，开连这杂草、这皮仔拢生出来，所以因赶紧去甲主人报告。因看到主人就讲：主人，你也伫这土地是好的种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杂草、这皮仔？因讲这句话咱就表示讲其实因对头到尾拢无去发觉到，这个有歹人来过，一直到因成长了某一个程度，因才发觉。所以因想讲，爱赶紧把这个皮仔处理掉。无恐惊会影响这正常的马仔的成长，所以因就去甲主人来报告，主人报告。因去甲主人报告了，真显然的，主人较像有无共款的看法。这主人对这农业的知识可能有真深入的了解。伊了解讲这个时阵若要将这个杂草，就是这个皮仔来除掉这是真专门的工作啦，而且是真困难的工作。因为迄个根，我拄则讲根已经甜掉的，你若用薄力将这个皮仔来挽起来，有可能连这个麦仔换做会挽掉。就完全拢无受伤，虽然会做一寡影响，会吸收一寡养分过去这杂草，但是主人安尼讲，主人就对萝卜讲唔免啦，因为你若要挽除这个皮仔的时阵恐惊连麦仔嘛挽掉，所以互因做伙成长。到收割的时阵，我会吩咐收割的工人，先将这个皮仔来挂起来，伫无影响麦仔的情形下面，这皮仔挂起来，然后来白白的迄伫火内底烧掉，然后再来收成这个麦仔，然后积住伫我的切仓内底。所以主人认为讲，要分开皮仔甲麦仔的工作，是伫收割的时阵才来处理。咱要注意这收割的时阵这伫天国的譬如是真重要的一句话等下牧师会甲大家解说其实是耶稣会做同款的解说所以耶稣讲这譬如讲到这就结束。讲了这个门徒拢戆遐去，讲耶稣你还讲这个譬如，所以当因单独做伙的时阵咱若看34节开始，因就问耶稣讲：耶稣啊，请你甲我讲，甲阮讲这个，你讲这个譬如的意思是啥物？因为因听无啦。耶稣的说明非常清楚。耶稣讲，也好种子的人是人子，人子是指耶稣家己。所以耶稣就是也种子的人，好种子的人。产源是这个世间，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去报传迄个好的消息，种迄个好的种子，栽培好的人。义的人，
这是譬如中间正向的力量。但是耶稣当时讲，有正向的力量，一定有反对的势力，有反对的邪恶的力量。这也皮的人，就是魔鬼。所以的皮啊，就是这世间受魔鬼势力所控制的人，所控制的人。所以有正向的力量，耶稣传播信息，这世间。但是这个世界有哪有反抗的力量？有一个歹人会伫这个世间出现。到收割的时阵，收割伫这天国的譬如内底，就是末后审判的日子。耶稣讲，协助收割的人是上帝的使者，是天使。伫这末后审判的日子中间，这个上魔鬼的人，就是这个皮啊，这个歹人，会被挂除，迄伫火中来表示刑罚。到时因就爱哀哭，家己切去，后悔嘛袂赴。这是这歹人受审判，得到天罚的痛苦的情形。安尼，遐马仔呢？马仔是指义人。好，咱来对照43节，讲义人伫天父的国度内底，要亲像日头发出光，而且对应这个歹人就是义人。哦，做人会对应就是义的人，就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因无生活伫黑暗，因生活伫光明的中间。甲即个歹人伫暗中所做的这个歹代志，黑暗中间呢拄好倒兵。这伫审判日子，上帝会来分别。所以咱来理解，有一天，上帝，咱要甲上帝当头对面。爱受上帝审判，伊的审判会分别好人甲义人，分别山羊甲绵羊。然后罪人会得到处罚，然后义人会得到保守，而且因会生活伫天父国度，享受迄个永远的光明。耶稣将这个譬如解说了真清楚。今仔这个譬如，互咱两个真好的信息，这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第一个，咱来理解，伫上帝国形成的过程中间，伫咱咧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是充满阻碍，咱绝对袂当。上过头无警醒，伫这个譬如中间，咱看见着，当大家困去的时阵，对着就来，将迄个歹的种子也点伫好的产业走。咱要非常注意这段经文互咱的信息，互咱知影魔鬼撒旦会伫上帝国形成的过程中间。不断破坏，不断攻击。当咱咧做工的时阵，魔鬼嘛持续咧做工。咱若注意圣经咱看见着耶稣初出来传福音的时阵，伊去旷野禁食40天对无？然后魔鬼就来试探伊对无？咱看魔鬼互伊3种试探。是包含灵魂体3种的试探，耶稣拢用上帝话来抵挡，赢过魔鬼的试探。但是，咱若注意路加福音书的记载，路加福音书讲魔鬼试探耶稣了，暂时离开耶稣。暂时的意思是讲伊无消失啦。
迄个攻击一直存在。所以耶稣咧传福音的过程中间，你看阻碍偌济，一寡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且文士、经学教师出来抵挡耶稣。所以魔鬼是无停止的。有一个故事安尼讲，一个牧师伫一个教会内底工作真久的时间，拢无休困，我感觉真野心，就想讲在教会请假者，想要休困几工，伊就去甲东港甲咧教会小会员长老讲，牧师想要休困一段时间，带恁请假。结果有一个较反对牧师的长老咱教会是无啦这是故事啦但这个牧师讲牧师你敢知影？你讲你要休假，你敢知影魔鬼是无咧休假的？这牧师拢答这长老讲我若继续无休假，我就变做魔鬼啦。这当然是笑话啦，但是嘛，互咱一个提醒：魔鬼是无休困，伊用各种方式来试探咱。伫你拄着歹代志的时阵，魔鬼可能来讲上帝无听你啦，你赶紧离开上帝。当你拄着顺境的时阵，真顺利的时阵，魔鬼来讲你都无需要上帝，你靠你家己就会使啊。所以魔鬼利用无论你顺境逆境，就是要来试探，要来攻击，要来阻挡。甚至我来讲，我今仔日嘛拄着魔鬼，为虾米？我会知要来教会服侍的时阵，要来传福音、讲信息的时阵伫迄头前遐工地遐跋倒。跋者好佳哉，因为骨头无安怎，今仔即摆佫起来知但是总是心肝无啥欢喜。但是我知影这是一种攻击啊，咱就毋通受这攻击。魔鬼利用咱心理中间的软弱，时常咧试探咱，伊无休困的。伊一直咧攻击咱，咱拢是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自己做伙。特别耶稣咧讲这譬如的时，讲对敌是啥物时阵来？咱咧困的时阵来，就是你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就来啊。所以那迄个基督徒就毋通困去，爱警醒。时刻拢有可能受到攻击。咱困了真安稳的时阵，对敌就是上界容易下手的时阵。啥物话是咱困较真安稳的时阵？是咱拄着黑暗的时刻，是咱真顺利的时刻，是咱任何的时刻，咱拢有可能挖靠家己。无想要挖靠上帝。咱等下看一个少年人的见证。咱毋通想讲少年人拢是无烦无恼，因嘛有真侪困境。因安怎靠着上帝的话，安怎靠着上帝予伊的气力，会警醒起来，来抵挡遮的试炼。第二项，咱来理解，伫上帝国的过程中间，咱会看到好的，会看到歹的。但是咱来相信一点，终末一定有审判。伫这个世间，咱会看见着好人，会看见着歹人。咱来学习分辨。啥物是好，
才会失败。因为咱在这世间吼，欺骗的真多，咱所拄到的假消息嘛真多，甚至伫教会中间，有人用假的真理来取代真的真理，这种爱做好的分别。咱知影有真侪教会，甚至有别的教派的人会侵入教会中间，偷去咱感觉伊是真好的人，其实伊是要来做破坏的工作。有可能有即款的代志发生，咱知影有其他的教会内底捌发生即款的代志。咱来做分别，爱做判断。但是咱毋通做审判，因为审判是上帝的代志。咱伫即世间，咱看到的，可能好人检差无一定得到真好的好报，但是咱要理解，伫终末的时阵，上帝会弥补即个旧的世界的无平衡。咱来知影，审判在伫上帝，是咱毋通进入这试探中间。咱来坚持咱的信仰，做好的判断，真找义的人。伫受过的时间来的时阵，上帝自然会施展伊的权能来审断这一切。愿上帝保守咱。咱今日看见着。真欢喜的，就是有真侪兄弟姊妹，因要告别因的信仰，因要接受耶稣基督，互因称做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这是真做妹仔的第一步。然后咱来替因祈祷，互因当持守因的信仰，一生一久。愿上帝亲自帮助咱。这时阵，咱来复习一遍吼。这首牧师有若有做一首好念的诗，吼，互大家会当暗念来记即个，譬如吼，好种也伫好田林，对得来也歹种子，麦啊皮啊共结穗，收成时期才分开。人主骗团好消息。魔鬼阻碍无停止，受过审判的日子，善恶分别照旨意。咱来看一个见证，来思考今日这个经节的意义。大家好，我是梅瑞恩，今年高2，在小学3年级时来到双连教会。虽然我从小在教会长大，但小时候却只把来教会当作每一个礼拜的例行公事而已。我认为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来教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一路走来，发现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神的恩典，也很感谢神一路的带领。从小到现在的生活，其实并不是非常的顺利。因着小时候在学校一次次经历的校园暴力，一次次背负伤痛，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以至于对人渐渐的失去信任，造成在每一次面对伤害的时候，本能的自己来面对并忍受一切。直到有一次换弟弟被欺负，我冲动跑去家开后，大家才渐渐的不敢来欺负我，但我却过着没有盼望的生活，把自己孤立起来，害怕与人的交流。国中时，我进到了音乐班，持续有许多的挑战和困难，但仍然本能性的自己去面对，也持续受了很多的伤害。直到暑假和着牧区一起去参加营会当中，我深深的被圣灵触动。我认识这位伟大的神，在当中呢，神和我说：“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要将身上许多的重担献给我。你并不是孤独一人，不是永远活在痛苦下的奴隶，你是我的孩子。
并且神在营会当中深深的经历到神是医治的神，是慈爱的神，真的觉得神好伟大。他不仅是我祖辈的神，不仅是我父母的信仰，不只是只存在于2000年前圣经里面的那一个神话故事而已，而是持续每一天更新我们生命的主，是真真实实陪伴在我们身边的神。回到平常的生活后，我透过灵修来开启全新的生活。每天越读经祷告时，越发现圣经真的很有趣，也越发现自己的软弱，越觉得自己的无知与赞美神的大能，一次次的来到神面前与他立约，要一生顺服于主。神也持续医治我，使我重新认识受造的价值，修复我，使我知道如何与人相处，装备我，使我面对魔鬼的控告却不再惧怕。也开始用神所赐给我的恩赐来服侍神，无论是在敬拜团当中，在陪读小家长服侍当中，更学习到依靠自己是不可能的，更要专心仰赖耶和华，知道凭自己的能力是无法接下这么多的服侍，更无法抵挡魔鬼的控告。虽然在过去种种的试探与苦难当中，有时候真的很不理解为何全能者要这样子来对待我，有时凭着血气想要靠自己那无能的力量来解决，但是更多学习到是只能依靠耶和华，依靠自己终究会失败。现在发现一路上真的都是神所赐满满的恩典，很感谢神带我一路走到现在。如果我生命中没有遇到耶稣的话，我现在可能仍是那每天满身是伤的孩子，每天陷在绝望当中，而我却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得以走到现在，因他持续更新翻转我的生命。神所预备的道路永远是最美好的，虽然在每一个时刻都会不理解为什么神要带我来到这里，但是只要信靠神的应许，我发现这真是一个最适合我的地方。很感谢神让我从小就能认识这个信仰，并且经历神的拯救，希望我一生能够做神的门徒，在每一件事情上持续来向他祷告，并且依靠他，并且每天持续来经历神。咱看见这少年人的见证吼，知影讲教会的牧区非常重要吼，咱也爱加关心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的信仰，大家互相扶持，伫这个世间中间去经历无共款试炼甲攻击，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加做阮生命的帮助，互阮生活伫世间有通瓦靠的气力。阮知影瓦靠阮家己无法度成功，只有瓦靠上帝的帮助。恳求主，你伫阮的生命中间做主，帮助阮，互阮会当超越生命中间任何的困境。伫最后审判的时，当阮甲你当头对面的时，主你会对阮讲：好过真香的萝卜，来享受天国的快乐。阮为着安尼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